晒澳門方作學校。跟住落嚟會頒發嘅學校係盧校中學。先有請我哋嘅頒獎嘉賓，有請培正中學高錦輝校長，有請。同時亦都有請盧校中學嘅代表嚟到舞台上邊接受獎項。盧校中學獲得嘅獎項係優良級，恭喜晒盧校中學！亦都有請高校長為我哋頒發獎項。請望向前方鏡頭拍照留念。有請高校長繼續留步，亦都恭喜晒盧校中學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頒發嘅學校係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。有請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嘅代表嚟到舞台上。